大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里就是挽，挽就是菜的意思，像咱讲挽花、挽喙齿，还佫有挽茶。古早一首歌叫做《挽仙桃》，另外要互人回心转意，咱就讲是挽花。啊，若药仔要有效，咱就讲药仔爱挽的行。若是讲一个人个性晒太足硬长，咱就讲伊挽挽串串。另外，这个挽嘛有留咧用较站在的意思，像讲钱都爱挽咧用。另外，眼睛咱讲是眼挽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咱看到读做挽回，也就是挽救，要家救倒转来的意思。第二个词读做挽过上阵，就是照代志的线索，咱豆豆了解代志发生的经过，也佫有原因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为了要挽回伊甲因某的感情，伊特别挽过上阵，要来了解讲两个人个性袂合的原因。上尾才知讲，原来是因为兴趣无共无话讲。今日小解这一字挽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